下面说，三世如来的总体吉祥无尽大士与自然本祖法身本解脱普贤王如来无有二致。首先讲那个，这个无尽莲花生大师呢，就是在这个本体法界当中，这个法身普贤王如来呢，就是无二无别的。有法身界中人与自称具无决定的殊用圆满身啊，就是这个无决定的这个殊用，就刚才是法身，就是现在是这个殊用圆满身，具无决定的殊用圆满身，其自相呈现不可思议的这个幻化有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化身有法身、报身、化身啊，就是报身。这唯一是佛陀的心境，而不是契约有情的境界。那么这个法身界和报身界和化身界的种种的这个有无啊，或者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境界和利益有情的一些状况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一切什么？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境界，而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一般人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平生也是，讲啊，就是莲花生大师呢，就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些人们面前的话呢，这是一个弥足的这个咒师啊，就是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来这个出现的。其实他的真正的这些现象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就是绝对是就是无法这个衡量的。他可以呢，就是跟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就是也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啊。就我以前也是引用过莲花生大师的一个捏传的这种这个金刚语吧就是说是什么这个极乐世界无量光这个普陀护主观世音达那国下莲花生。就是达那国下莲花生，外形虽现三身，相实则无二也无别就实则无二也无别。也就是说呢，就极乐世界的无量光和这个普陀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达那国下降生的莲花生大师，这三者，这个外显上呢，就是虽然说是不同的这个三者就是一个是阿弥陀佛，一个是观音菩萨，还有一个莲花生大师，就是现象是不相同的。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无二无别的。就实际上是这个无二无别的。还有这个莲花生大师女传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就是这个蒙诃仁波切在这里就是所讲的一样，就是法宝华三身就是也是这个无二无别的。什么这个法界刹土普贤王就法界刹土普贤王弥安处刹土金刚持菩提伽耶就是莲花生就菩提伽耶莲花生与我念菩提伽耶释迦佛吧，菩提伽耶释迦佛与我念是无别称与我念是无别称。所以在这里面呢，讲这个法性这个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普贤王，就是法身普贤王如来。然后在这个弥延刹土也好，极乐世界的弥延刹土的话呢，就是报身我们刚才所讲的金刚持这个如来。然后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族或者说娑婆世界当中呢，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就释迦牟尼佛。这三者呢，就是莲花生大师跟这个无二无别的。这是刚才这两句都是以前应该在那个桑杰郎吧，就是桑杰郎吧，他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女传里面就是讲的。我们其实藏地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就是像那个法界金刚的这个女传然后那个桑杰郎吧的女传还有呢就是那个无尽郎吧的这个女传刚才那个是应该是无尽郎吧，就是我是错了，就是无尽郎吧。无尽郎吧是也是百位佛藏大师之一，就是他光是佛藏品的是有20多函吧，就是特别多。就是有关这个历史上面看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这种这个大成就者就是大成就者。以前我都是专门就是抄写过，就是现在都是有，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是抄写的，就是我读的那个是就是那个法界金刚，前一段时间我讲的那个就是就放牛的时候一边读的那个女传，就是我会背。但是桑杰郎吧的那个呢就是无尽郎吧的那个女传呢我不太会背，但是呢里面的很多这个寄颂呢还是比较这个就是记得清楚的就记得清楚的然后呢就是我们
在藏地吧，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啊，莲花生大师的这些传记。那么这些呢，如果是供奉在这个家里面，就是或者说是自己啊，就是再放在这个佛堂里面的话呢，就是牵出就是许多的这种违愿，就是。